来敬拜赞美你。主啊，求你亲自进入到我们的心里，主，求你亲自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。或许我们还在认识你的路上，主啊，但是求你亲自来。主啊，我们愿意成为你的子民。主啊，我们愿意有你的同在。主啊，我们要看见，我们要看见你的荣耀。孩子这样祷告，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。主啊，求你来。